李丞相，这是陛下口谕。那还能是谁的口谕？礼部背着我搞什么名堂？传陛下口谕：朕骤施猛将，非不自胜，着令李庸等即刻上朝觐见。参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玉体金贵，此行受苦了。李丞相还不放人？李丞相可是要抗旨不遵？臣领旨。